髖關節發育不良、椎間盤移位呢類型問題，你哋聽過㗎啦。研究顯示，有60% 嘅老年狗狗會因為關節炎而出現呢類型嘅後腿問題，特別係大型嘅犬種或者哥基、法鬥、臘腸狗呢類型矮腳身長嘅狗狗，更加經常要面對。其實人同貓貓狗狗身上嘅經絡穴位大致上一樣。今日我要介紹嘅6個穴位都係位於後腿，適合狗狗都適用喺我哋自己身上。接下嚟我會逐一講解每個穴位嘅位置同埋功效，並且又要辛苦林同學啦，借隻腳嚟示範俾佢哋睇。依家你哋可以一邊睇住呢條片，準備定自己隻腳同 Lambo 一樣，感受下接下嚟嘅穴位。首先我要介紹第一個穴位係陰陵泉。陰就代表內側，佢嘅位置係喺後腿膝頭哥內側下方，你會揾到有一個凹陷嘅地方，呢度就係陰陵泉。如果你本身隻腳有水腫，按呢個穴位應該幾有感覺。